吉万纪念教会。吉万是什么样一个人呢？简单讲，他的前半生非常的苦命。她嫁的第一个丈夫是她是一个太鲁阁的人，一个女孩子。她嫁的第一个丈夫其实是一个平地人。那时候其实平地人跟太鲁阁族通婚的不多，她跟一个平地人通婚的。后来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就有一天她不在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被太鲁阁的族的人给她杀掉了，因为她是外族嘛，所以她就又变成单身了。结果她过几年之后，她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她跟这个人结婚，结果过没有几年，她这第二任的丈夫生病死掉了。哎呀，怎么这么命苦？后来又过几年，她又跟另外一个男人认识了，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个男人是专门来骗她的钱。其实这个吉万其实他的工作能力很强，而且呢，其实他也赚了不少钱。结果这第三个男人是专门来骗他的钱，把他的钱全部都骗走。就在他遇到这第三件的这个打击的时候，他已经心灰意冷，他也那个时候也大约是50岁了，所以他想要死，他人生走到尽头。可是我们知道，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是上帝的起头。就是他准备要自杀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我们现在都知道蛮有名的传道牧师啊。那个时候他还是传道，叫李水车。也许我们有些人听过这名字。李水车带他信耶稣，然后第2年他受洗。他受洗的时候已经52岁。大家会想，那个时候的人平均寿命都不长，52岁能够做什么？可是他受洗了以后，他生命改变。他就开始在他的族人当中很热忱的、很热心的传福音。只要他去得到的地方，他一个一个带人信主。后来这些牧师看到他这么样热心的传福音，而且他有各样的恩赐，跟他说一件重点，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要讲的重点。那些牧师就跟吉万这个姐妹说：“你要去台湾神学院念书。”啊，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应该说他是去到这个淡江的女子中学。他去那边念书，念了8个月的时间，而那个时候的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后来台湾神学院其中的一任的院长孙雅各牧师。他去那边念书8个月，受到很多的装备之后，他又回来，他到自己的部落里面，开始在部落里面传福音。我们知道，其实后来日据时代，日本人不喜欢人家传福音，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带领了很多的同工去传福音，其中他的同工当中，有些人因为这样子殉道，那吉万他也被抓去了。可是因为日本警察知道说他当年对日本政府有功，他的功劳是什么？因为他帮助日本的政府跟这个太鲁阁的族人之间做和平的工作，所以日本政府有送奖勋、送奖牌给他，所以日本人警察抓到他的时候不会打他，所以会放他出来。他也因为这样子，他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到处去传福音。后来有人说他就是太鲁阁的福音之母。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面你渴慕像这样的圣公，你盼望能够带领更多人来相信耶稣，那今天晚上我要勉励大家，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我们要求上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把自己过去的很多的不好的习惯，我们把它放下，我们专心的祷告。我们看这个太鲁阁的这个教会的后面还有几张照片哈，下一张，后面还有一张照片，对，那上面有写说传道的山洞，这个传道到底是指这个吉万他后来成为一个传道呢，还是说他在这里传福音？我想都可以。在那教会，其实教会是后来才建的，本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山洞，他们传福音常常就是躲在里面啊，这个是那个洞口要进去的地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到花莲去，都可以去看，他就躲在这个洞穴当中来向我们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保守他，让他后来活到1946年，活到70几岁。他在这几十年的当中，他向很多很多人传福音。我想我们今天听了吉万的故事，我们刚才也听了亚圣的故事。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里面有一种渴慕，你这个渴慕可能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向人传福音，带人家来认识主。你这个渴慕可能是希望有更多人，他们也能够体验到上帝的美好，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许我们会想，我这样的软弱，我这样没有受装备，我这样对圣经也不熟，我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很会念书的一个人，我能吗？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他也是跟我们一样软弱的。当他遇到可怕的事情，他遇到恐吓的时候，他会害怕，甚至他会求死。而我们如果愿意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只要跟随着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跟随他给我们的脚步，我们愿意照这样走的话，上帝他会保守我们，而且会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荣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加密山上，当上帝的火降到祭坛下来的时候，众人看见上帝的荣耀，他们就归荣耀于神，他们就看见了。可是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后来所说的，在西乃山上有大火，有风，有地震，可是等到这些都过去的时候，有一种深沉的平安在你的里面。你渴慕这种深沉的平安吗？你渴慕那种绝对的安静，在这个安静当中，你知道上帝与你同行吗？以利亚是在这样的安静的当中，他重新再一次得到力量，然后接着上帝要他去高我谁做王，高我谁做王，又告诉他去做很多的事情，并且他把他的下一代以利沙把很多的功课交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渴慕这样的善功，你也渴慕能够看见更多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渴慕更深的认识神，我盼望我们今天大家预备心，我们来回应他。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歌，那看不见的双手。